花莲寿丰乡大高线竟然有一只白马暗时伫路林乌白浪，这警方是已经找到主人啊，叫因甲马带倒转去。这主人是因为无甲马顾好好势，就爱食罚单。有一只白色的马在路林走，去后热心的女驾驶牵去路边。这个小姐本身嘛是马教育中心的教练，所以真熟手安踏马的情绪，甲牵落防止伊搁走去斜路的。放开会跑，会跑。他刚才在大马路上，刚好路过，想说怎么路上有一只马？哦，你们这也是那个？这也是养马。哦，这么刚好，不然我们这么刚好。这个事件发生伫初时尾仔6点外，民众赛车经过台九线213公里的所在，发现一只马咧斜路走。经过警方调查，这只马是附近一间农场饲的。像我们的员工在后门丢垃圾，按后门没有关好就被他跑掉了。后续已联系事主将马匹带回，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告发。加在规个事件无造成任何意外，警方照道交条例，甲马的主人罚300至600块，嘛呼吁民众唔通互动物伫咧斜路走。若是超工的，也佫会以违反社会秩序依护法第91条处分。若造成交通事故，嘛会有民事赔偿的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